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空中小姐的爱心月帖开始翕咯。28位空中小姐到云林北港的朝天宫，翕出着甲以往真无同款的风格，充满着庙会民俗的风情。空中小姐穿旗袍，表现好体格，伫古典的云林北港朝天宫拍2021年空中小姐的爱心年历。 这摆年历充满台湾庙会民俗风情，动员28位空中小姐，并且结合人灵、人狮、阵头、甲观众秀的元素。2021年空中小姐爱心年历已经连续拍第10年啊！因为每卖出一本，就捐100块，公益团体帮助被放杀还是出养以及偏向需要医疗的囡仔。 捐款已经超过700万块啊！最近就是疫情期间，是不是也飞出去的时间也比较非常少，非常少哦，都在放假。原来他们每一个动作、每个表情都是非常有，就是精雕过，就是不是随便的。 空中小姐拢是伫咧空中的基层内服务人客，工作真辛苦，拍爱心年历嘛无轻松，动员几百人拍片加上化妆造型，这嘛要规工，因为只要我多帮助囡仔，更较辛苦，因嘛拢愿意付出。